你有冇試過日做夜做，朝早天未光就出門，夜晚成11、2點先返到屋企，一年365日，幾乎日日都係咁挨，但係到年尾摸一摸自己個荷包，發覺竟然冇儲到幾多錢。明明冇亂使，冇去旅行，冇買咩名牌，但係啲錢就好似流水咁，嚟一啲就一啲，點都留唔住。你話努力，你已經夠努力過啦；你話慳，因你已經慳到自己都唔忍心過啦。但就係守唔住錢呢個問題，唔係你一個人，有成千上萬嘅人都有同一個困惑。今日我哋就要拆解呢個困惑背後嘅真正根源。古人留低咗一句話：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。好多人成日掛喺嘴邊啊，真正理解嘅人少之又少。點解？你越搏越窮，答案就藏喺呢句話入，而呢個答案可能你聽完之後會有一種恍然大悟嘅感覺。我哋先從一個最基本嘅道理講起。中國人嘅老祖宗幾千年前就已經洞察到一個天地間嘅大規律，就係萬事萬物都有陰同陽兩面。日頭係陽，月光係陰，天係陽，地係陰，男係陽，女係陰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古人觀察天地運行幾千年之後總列出嚟嘅規律。你話科學陰陽嘅道理同現代科學講嘅對立統一其實係一回事。好啦，既然萬物有陰陽，咁財運有冇陰陽呢？當然有。財運嘅陽面就係你個人嘅努力同打拼，你返工揾錢，你做生意賺錢，你用腦用力去換取收入，呢啲全部都係陽面嘅財。呢種財我哋可以叫佢做向外求財。你付出幾多勞動，市場就俾你幾多回報。呢個好直接好公平，大部分人都理解。但係好多人唔知道嘅係財運仲有一個陰面。呢個陰面就係你嘅家族根基祖輩積累家豐得很，呢種叫做向納守財。你賺到嘅錢留唔留得住，沉得落去，其實好大程度上取決於呢個陰面嘅功夫做得夠唔夠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話下，咁旋律揾錢靠自己努力就得啦嘛，關祖宗咩事？你咁諗好正常，因為大部分人都係咁諗嘅。但你有冇留意到一個現象？有啲人明明學歷唔高，能力都唔算特別出眾，但佢做咩都順風順水，錢好似自己會揾上門。咁而有啲人明明好叻，好勤力，好精明，但係就係好似俾一隻無形嘅手拉住，咁幾努力都衝唔出好，賺到啲就殺翻啲，永遠係拉牛上樹咁辛苦。你話運氣冇錯，運氣係其中一個因素，但係運氣背後其實仲有一層更加深嘅嘢，就係你嘅根基夠唔夠厚。咩叫根基？我用一個最簡單嘅比喻嚟講，你諗下一棵大樹，你平時行過公園，見到一棵好高大、好茂盛嘅老榕樹，只要鋪天及地，這任好大一片，你覺得呢棵樹淨覺得佢壯，但係你有冇諗過呢棵樹點解可以咁壯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佢嘅根扎得夠深。你睇唔到佢嘅，因為根係喺泥土底下嘅。但正正係呢啲你睇唔到嘅根，決定咗成棵樹嘅生死。一棵根深嘅樹，就算打風落雨佢都企得穩，穩陣陣。一棵根淺嘅樹，可能外表都幾好睇，但係一陣大風就吹到咗一個家族。其實同一棵大樹，分別你嘅祖輩就係埋喺泥土底下嘅樹根，你嘅父母就係棵樹嘅主角，你同你嘅另一半就係延伸出去嘅大樹枝，你嘅仔女子孫就係枝頭。上面嘅入同果，而你屋企嘅財富、福氣、健康、平安就係棵樹裂出嚟嘅果實。你想裂出又大又淨嘅果實，你就要睇下你嘅樹根夠唔夠深，夠唔夠壯。如果樹根缺水、缺養分，就算你喺知識上面點淋水、點施肥都係冇用嘅，因為養分要經過根先至可以輸送上去。根爛咗之後，自早都會哭。聰明你嘅角度嚟講，呢個道理一樣成立。呢一個人嘅八字命盤入面有一粒星叫做印星，呢粒印星代表嘅就係長輩嘅俾人祖宗嘅福音，家族嘅根基。印星旺嘅人天生就有早孕，做起事嚟順暢，好多就好似有人喺背後撐住。你咁印星弱嘅人就少咗呢份庇護，翻師都要靠自己硬拼。但係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嘢要講清楚，人性嘅強弱唔係你可以揀嘅，佢同你嘅家族幾代人嘅德行積累有好大嘅關係。祖輩積德後嘅後人嘅人性，自然王祖輩謙德嘅後人嘅印星就弱。
呢個就係命理學入面講嘅祖德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就可以正式拆解今日嘅核心問題。先人磨得家財必殺到底係咩意思？你聽到先人磨得呢4個字，可能第一反應係你話我祖宗冇德，你鬧我祖宗唔係嘅。呢度講嘅德唔係話你祖宗一定做咗咩壞事。呢度嘅德係一個好廣嘅概念，德包括忠厚老實待人、真誠心存善念、勤人持家、尊老敬賢、和睦倫理。如果個家族世世代代都係咁做人，咁佢哋嘅德就好厚德厚，就好似棵樹嘅根扎得好深，養分源源不絕。但如果一個家族幾代人都好刻薄、好自私、不顧他人、唔識感恩，咁佢哋嘅德就好薄，德薄就好似棵樹嘅根浮喺泥面，一推就到古人研究咗幾千年，得出一個列倫德同財之間有一條隱形嘅因果鏈，德係財嘅，跟財係德嘅，嗰一個人嘅財富短期嚟睇係靠個人能力，但長期嚟睇係靠德行根基。你見過好多暴富嘅人突然間發咗達，但過幾年又打回原形，甚至搞到債台高築，眾叛親離。點解？因為佢嘅德承載唔到佢嘅財。呢個就係古人講嘅德不配位，必有再約你嘅碗德。咁但你硬係要裝10碗飯落去，裝唔到嘅，就入出嚟跌晒地下。要裝得落更多飯，你就要先換一個更大嘅碗，而呢個碗就係你嘅德行。從風水嘅角度嚟講，呢個道理都可以解釋。風水學講究一個氣字，氣聚則財聚，氣散則財散。咩嘢會令到一個屋企嘅氣追唔住？好多人以為係屋企嘅格局問題，係門口對住電梯，係側鎖喺中宮，係灶頭對住水喉，呢啲當然有影響。但你知唔知道真正最影響一個屋企氣場嘅係咩？係住喺入面嘅人，一家人和和氣氣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扶持，呢間屋嘅氣場自然就旺。一家人日日嘈交，互相埋怨，互相算計，呢間屋就算係風水寶地，氣場都潰散晒。所以古人話和氣生財呢4個字唔係隨口噏嘅，係幾千年風水智慧嘅濃縮。你再睇深一層，風水學入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陰宅。陰宅就係祖先廠面嘅地方。古人認為陰宅嘅風水會直接影響後人嘅運勢。你可能覺得呢個好離譜，一個人瞓喺地下幾十年甚至幾百年，點可能影響到後代？但你換一個角度諗，你祖宗嘅品行、做人嘅方式、對人嘅態度，呢啲嘢攰唔攰？代代相傳一定攰嘅。一個忠厚老實嘅祖宗，佢教出嚟嘅仔女大概率都係忠厚老實嘅。一個刻薄自私嘅祖宗，佢教出嚟嘅仔女大概率都係刻薄之士嘅。呢種品行嘅傳承就係陰德嘅本質。所以你唔需要將佢理解成好神秘嘅嘢，佢其實就係一種家族品行嘅代晒傳承。好實在好具體。講到呢度，我相信好多朋友心入面已經有啲觸動，但你可能仲會問咁，我點知道我嘅家族根基夠唔夠厚？我點知道自己係唔係因為根基嘅問題先至守唔住展呢個問題？好，你唔需要去占卦，唔需要去問神，你只要留意下自己屋企有冇以下4種狀態，就大概知道答案。第一種就係忘恩負義，唔知感恩。你留意下，有啲家庭後輩對長輩嘅態度好差，老豆老母辛辛苦苦將你養大，你唔單唔識多謝，反而嫌佢哋煩，嫌佢哋老土，嫌佢哋阻住你發達，對自己嘅祖先更加冇感覺。清明拜山都懶得去，覺得係多餘。呢種心態聰明，你嘅角度睇就係短，跟你自己主動切斷咗同祖先嘅連列，等於你自己將棵樹嘅根斬斷咗，根都冇咗。你仲想結果？你仲想守財？你諗得太美。一個人如果連自己嘅納勞都唔尊重，呢個人嘅心入面係冇根嘅。冇根嘅人做咩都企唔穩，賺到錢都留唔住，因為佢心入面嗰份安定感係缺失嘅。一個心唔安嘅人，佢手入面揸住幾多錢都會覺得唔夠，都會亂使，都會做出衝動嘅決定。第二種就係家嘈屋閉，怨氣沖天。呢個應該好多人都有感受。你屋企係唔係成日嘈交？夫妻之間為咗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就嗌到拆天，家婆同新婦之間暗衝不斷，兄弟姊妹之間為咗遺產，為咗老豆老母偏心就反面。如果係嘅話，你要好小心。從易經嘅角度嚟睇，家庭係一個小宇宙，呢個小宇宙入面陰陽要調和，
就好似天同地要配合一樣，男主外女主內，唔係話邊個大邊個細，而係大家各司其職，互相配合。如果呢個配合失咗衡，陰陽唔調和，呢個小宇宙就潰亂，一亂氣就生氣散咗，財自然就走。所以你見到好多對夫妻一嘈交，就是剪一吵架就出事，呢個唔係巧合，呢個係氣嘅規律。你屋企嘅氣場穩唔穩，直接影響你嘅財運穩唔穩。第三種就係待人刻薄碌轉必交呢種人，你一定見過，做咩都要記到準食法，要拆住拆到幾毫子，借咗人情，永遠記住要收返，做生意一定要自己攞，盡着數1蚊都唔肯試下。表面上睇呢種人好精明，好識計數，但從命理嘅角度睇，呢種人嘅格局好窄。你嘅心量有幾大，你嘅財路就有幾快。心量窄嘅人，佢嘅財路一定窄，佢可以賺到小錢，但佢永遠賺唔到大錢。點解？因為大錢係需要得嚟承載嘅，你對人刻薄，人家自然唔想同你合作，你乜都要算計，貴人自然唔願意幫你，你1蚊都唔肯收，天自然唔配俾大。睬你古人講吃周是福，呢句話唔係叫你做雪底人，而係話你行吃嘅就其實係你未嚟嘅福報。你吃得表越多，你積嘅德就越頭，你積嘅德越頭，你嘅碗就越大，碗大咗自然裝得落更多嘅菜。第四種就係心浮氣躁，急功近利，呢個係好多香港人嘅通病，乜都要快，乜都要即刻見到效果，做咗3個月生意冇起色，就話唔得，專行炒咗半年，股票說咗少少就話市場冇得做，唔玩學咗一個技能3個禮拜都學唔識，就話自己冇天分放棄。呢種心態從易經嘅角度嚟睇就係唔識。正古人嘅智慧話俾我哋引天地運行有一個規律，正極生動，動級生靜。你要動之前先要學至直，正唔落嚟嘅人，佢睇唔清楚方向，佢做嘅決定多數唔係錯嘅。你見好多人成日轉行，成日轉投資方向，成日覺得邊度嘅水更，但結果係越轉越差。呢個唔係佢能力唔夠，係佢心唔夠靜，心唔靜，你嘅判斷力就差，判斷力差，你做嘅決定就錯，決定錯，你嘅錢就設惡性循環，越薄越窮。更加嚴重嘅係一個心浮氣躁嘅人，佢嘅情緒波動好大，今日開心到飛起，聽日沮喪到想死。呢種情緒嘅內耗消耗嘅唔單止係你嘅精力，仲消耗緊你嘅福德，因為福德呢樣嘢需要一個平穩嘅心態嚟養住。你成日大喜大悲，就好似將一次淨水搞到天翻地覆咁，啲魚都死晒，用邊有福氣可言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講一講流年大運嘅概念。好多人都聽過大運呢個詞，但唔係好清楚佢嘅意思。簡單嚟講，一個人嘅一生從命理嘅角度嚟睇係分做好幾段嘅，每一段大概10年左右，叫做一部大運。每部大運嘅運勢都唔同，有呢10年行好運做乜都順，有呢10年行衰運就乜都阻滯，呢個係天道嘅規律。你俾唔到嘅，就好似一年有春夏秋冬，你唔可以要求全年都係夏天，咁冬天一定會嚟。問題係你有冇着夠衫。而流年就係每一年嘅運勢變化，大運係10年入邊，流年係年年都變。有時候你大運行得唔差，但嗰一年嘅流年唔好，都會覺得特別阻滯。犯和你大運唔算好，但流年行得順，嗰年都可以好過啲。所以你會發現有啲年份你做乜都順，有啲年法你做乜都唔順。呢個唔係你嘅幻覺，呢個係流年嘅影響。但最重要嘅一點係，無論你行咩運，你要根據決定咗你嘅上限同下限。根基厚嘅人行衰運都衰唔到邊度去，因為佢嘅底夠厚。根基薄嘅人行好運都好唔到邊度去，因為佢承接唔到嗰份福氣。重點嚟啦，行好運嘅時候，人人都覺得自己好叻，做咩都得。但行好運其實唔需要咩本事，順水推舟啊嘛，邊個都識。真正考驗一個人嘅係行衰運。嗰幾年行衰運嗰陣，你嘅生意可能會差，你嘅身體可能會出問題，你嘅人際關係可能會緊張，你嘅投資可能會有剪。呢個思考你嘅根基就發揮作用啦。根基厚嘅人行衰運照樣企得穩，點解？因為佢有底務，佢嘅家庭和睦，屋企人會支持佢，佢嘅人品好，朋友會伸出手，佢嘅心態穩唔會因為一時嘅困難就亂晒陣腳，佢可能會慢一啲，但佢唔會到等到衰運過好運翻嚟嗰陣，佢
就可以重新出發，甚至更上一層樓。但根基薄嘅人就唔同啦，一行衰運佢就頂唔順，因為佢冇底輪家庭，唔和睦，屋企人各有各嘅，冇人撐佢，做人刻薄，朋友都走晒，冇人幫佢，心態唔穩，一有困難就放晒，做出一堆錯嘅決定，結果就係之前行好運時賺到嘅錢全部喺行衰運嗰幾年套翻出嚟。嗱，一個循環下嚟，等於白做，再嚟一個循環，可能仲差過之前呢個，就係越搏越窮嘅命理原理。你可以將一個家庭想象成一個容器根基厚嘅家庭，就好似一個厚底嘅大缸，水倒落去，裝得穩穩陣陣，風吹雨打都唔攰打翻根基薄嘅家庭，就好似一個薄身嘅膠杯，水倒落去好容易就溢出嚟，一陣風就吹跌咗你嘅財富，就係嗰啲水，你嘅根基就係嗰個容器，你拼命去揾水，但你個容器穿咗底，點揾都係流晒出去，所以問題唔係出喺你揾唔揾到水，而係出喺你嘅勇氣夠唔夠，揾夠唔夠厚，呢個先至係越搏越窮嘅真正根源，唔係你唔識搏，係你嘅盤底穿咗。我想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。以前有一戶人家，祖爺嗰代係做米鋪嘅，嗰個年代做米鋪係穩當嘅生意，做嘢做人好忠厚，清米嘅時候從來唔攰頭平，甚至有時攰多，俾少少街坊鄰里有困難嘅，佢攰平啲玉米，俾人遇到真係揭唔開腦嘅窮人家，佢仲攰送米，街坊都叫佢厚德功。佢一世人冇賺到大富大貴，但屋企過得好安穩，到咗佢個仔嗰代繼續做米鋪，個仔都算勤力，學咗老豆嘅做法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喺條街開咗3間鋪。但到咗第3代孫仔嗰代就唔同啦，孫仔覺得做米鋪太老土，唔想繼續，佢拎咗啲錢去炒樓，去搞投資，而且做人同阿爺完全唔同。佢對伙計好刻薄，同朋友做生意次次都要自己佔盡便宜，仲經常同老婆嘈交，結果唔夠10年3間鋪執晒，投資10清光，老婆都走埋。到最後佢窮到連祖爺留低嘅間祖屋都要用3代人嘅積累喺佢手上全部散晒。你話佢唔叻，佢好叻；你話佢唔努力，佢好努力。但佢冇得，佢將祖爺嗰代積落嚟嘅厚德全部滅晒，棵樹嘅吉俾佢斬清光。所以棵樹到咗果實自然冇，呢個就係先人無特家財必散嘅另一面。就算先人有得，你呢代唔守得一樣潰散。但反過嚟講，如果你嘅家族根基確實唔夠厚，係唔係就冇救？唔係嘅。命理學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，就係命雖天定運，可人為。你嘅命可能先天唔係好好，但你嘅運係可以靠自己嘅行為嚟改嘅。點改？即刻以前有家人，男主人喺碼頭做搬運，女主人喺街市買菜，兩公婆一個月嘅收入加埋都唔算多住嘅，係舊樓嘅板間房。但呢兩公婆有一個好嘢，佢哋做人好厚道，街坊有困難嘅時候佢哋會幫手。雖然自己都唔富裕，但從來唔會見死不救兩個仔女。佢哋雖然俾唔到好嘅物質條件，但教得好好，成日同仔女講，做人要忠厚，唔好貪心，唔好記，對人要有善意。後嚟兩個仔女讀書成績都幾好，一個入咗大學，一個學咗門手藝，再過10幾年成個家境就慢慢翻身啦。大仔做到公司嘅中層管理，細仔自己開咗間小工場，生意越做越穩定。你話呢個家庭有咩特別？佢哋嘅命格唔算好，起步點好低，但佢哋靠嘅就係嗰份厚道同勤能。佢哋嗰代開始積德，等於係幫棵樹重新唔根，唔得穩咗樹，自然就撞翻果實。自然就嚟呢兩個故事，一個係有得拜德嘅故事，一個係冇得積德嘅故事。佢哋證明咗同一個道理， number 係可以積嘅，都係可以擺嘅。你今世嘅處境係上幾代人嘅，你今世嘅行為又會影響到下幾代人嘅運勢，呢個鏈條係環環相扣嘅。你唔可以置身事外，因為你就喺呢個鏈條中間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點解係時候講下點做啦？好多朋友可能聽到呢度心入面已經有啲明白啦，但又會覺得道理我明白，但我具體應該做啲咩呢？其實好簡單，你唔需要去做咩驚天動地嘅大事，你只需要從日常生活嘅小事做起一樣，修德印根啦。咩叫修德？就係做人忠厚老實，待人真誠善良，
你唔需要做大慈善家，你只需要喺日常生活入面對身邊嘅人多一分，善意少一分計較。你喺公司對同事客氣啲，有人需要幫手嘅時候力所能及就幫一把你做生意。唔好次次都要賺到盡，留一啲空間俾對方，大家先至做得長久。你喺街市買嘢唔好同人講價，講到準人家做小生意都唔容易。呢啲好微小嘅善意，你可能覺得唔起眼，但喺命理嘅角度嚟睇，每一個善念，每一個單行都係喺你嘅德上面加分。就好似你每日喺棵樹嘅根上面淋少少水，日積月累，根就會越嚟越壯重明。你嘅角度講，單行可以補印尼嘅人性先天弱唔緊，你可以靠後天嘅善行嚟補翻人旺咗，你嘅貴人運又強，貴人運強，你做嘢就多咗，人幫手多咗，人幫手，你嘅事業同財運自然就好轉。呢個唔係空話，係命理學嘅實在道理。第二樣，和家聚氣，你屋企嘅氣場旺唔旺？好，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家人嘅關係好唔好。你同老婆或者老公之間要學識互相尊重，互相包容，唔好為咗啲小事就吵到面紅耳赤，傷咗和氣力。同老人家之間要學識感恩同體諒佢哋，年紀大咗可能有啲嘢你覺得佢哋唔明白唔開通，但你要明白佢哋係你嘅根，你對佢哋好就等於喺你嘅根上面施肥。你同仔女之間要學識引導同陪伴，唔好淨係識催谷佢煮讀書考試，要教佢哋做人嘅道理。你今日教佢哋嘅做人道理，就係你幫佢哋佔嘅跟佢哋未來嘅運勢好唔好，好大程度取決於你今日教佢哋做咗個點樣嘅人。古人話家和生是興，呢句話從易經嘅角度嚟理解，就係陰陽調和，萬物生長。你屋企嘅陰陽調和咗氣場，自然就旺氣場，旺財運，健康人際關係全部都會好轉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風水，唔係擺幾個風水擺件就得，係要你一家人嘅心跳和。第三樣，感恩贖援，呢個好多人忽略咗，但其實好重要。你要記住自己嘅嚟路，感念先人嘅付出。逢年過節祭祖清明拜山，呢啲唔係封建迷信，唔係形式主義，從深層嘅角度嚟理解，呢啲係你同祖先嘅氣嘅連接。你去拜祭先人，帶住一份恭敬同感恩嘅心，你就係喺同你嘅根對話。你同你嘅根保持住連接，你嘅根就會繼續滋養你。你唔理佢，你斷咗呢條線，你嘅根就枯咗，你嘅養分就斷咗。好多人覺得我又冇驗過，我阿爺我點感恩啊？你唔需要驗過佢，你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就係因為有佢，冇佢就冇。你呢個本身就值得你感恩。你帶住呢份感恩嘅心去生活，你嘅心態就會穩，你嘅決策就會準，你嘅運勢就會好。呢個唔係玄學，呢個係心理學同命理學嘅交匯。一個心存感嘅人，佢嘅能量場係正向嘅，正向嘅能量場會吸引正向嘅人同事嚟到佢身邊。呢個就係同氣相求嘅道理。而且你仔細諗一諗，你嘅性格、你嘅習慣、你做人做事嘅方式有幾多係從你嘅父母嗰度學翻嚟嘅？你父母又有幾多係從佢哋嘅父母嗰度學翻嚟嘅？一代傳一代，呢條線一直延伸到你嘅祖先嗰度，你身上流嘅血帶住嘅係成個家族嘅印記。你尊重呢個印記，你就係尊重你自己嘅根。你尊重你嘅根，你嘅根就會滋養你。呢個道理古人叫做慎終追遠，慎終就係認真對待先人嘅離去，追遠就係追念遠祖嘅恩德。你做到呢兩樣嘢，你嘅家族嘅氣脈就通暢，你嘅運勢就自然順水。第四樣，勤力持家，呢個講就容易做就難，但呢個真係好重要。從明你嘅角度講，能可以讓得可以聚財，說你史前大手大腳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表面上好登啦，但從命理嚟睇，你係喺消耗你嘅浮急。你每一次嘅揮霍浪費就係喺你嘅德上面扣分，扣到最後你個碗就細咗，裝得落嘅菜就少咗，反過嚟你新時間量入為出。雖然生活唔算好豪華，但你嘅德係喺慢慢正一角增至到一定程度，你就會發現你嘅財運開始穩定啦，你嘅生活開始好轉啦。呢個過程可能好慢，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但佢係實在嘅可靠嘅。你唔好去信啲咩一夜暴富嘅故事，唔好去追啲咩快錢捷徑。喺命理嘅世界入面，快錢都係磨根之財，
嚟得快去得更快，真正長久嘅財富一定係慢慢積累嘅，一定係同你嘅德行匹配嘅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命理觀念，財同福嘅分別。好多人以為有錢就係有福，其實唔係財，係物質嘅嘢，銀行戶口入面嘅數字，你揸嘅車，你住嘅樓，呢啲係財。但係福唔通福係你一家人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和和睦睦，你做嘅嘢係有意義，你嘅心安穩踏實。好多人有財冇福，有好多錢，成日擔驚受怕，家庭唔和睦，身體差，心入面空虛，呢種人係真正嘅窮人。而有啲人可能物質上唔算好富裕，但係一家人開開心心做嘅嘢，自己中意，心入面有平安喜樂，呢種人先至係真正嘅富人。你追嘅係財定係福？如果你追嘅係財，你永遠都唔會滿足，因為財係冇盡頭嘅。但如果你追嘅係福，你好快就會發現其實你已經好有福啦。而好玄妙嘅係，當你開始追求福嘅時候，財反而會慢慢嚟。因為一個有福嘅人，佢嘅心態穩，判斷力好，人緣好，做事踏實，呢啲全部都係生財嘅條件。呢個就係古人講嘅有福自然有財嘅道理。你可能會問，咁到底要積幾耐嘅德先至可以見到效果呢？呢個問題好實在，我同你講，呢個因人而異，冇一個標準答案。有啲人積得快，因為佢本身嘅根基唔算太差，只係缺少咗一啲嘢，一補翻就好啦。有啲人可能要積好耐，因為佢嘅根基太薄，需要好長嘅時間去重建。但有一樣嘢係肯定嘅，你開始積得嘅一刻，講改變就已經開始。你可能暫時感覺唔到，但喺你睇唔到嘅地方，你嘅根已經開始重新生長。就好似你喺泥土入面種咗一粒種子，你種落去嗰一刻，你睇唔到任何變化，但係幾個禮拜之後，一棵小苗就會破土而出。你而家做嘅每一件善事，你對家人嘅每一分善意，你修身養德嘅每一個決定，全部都係你種落去嘅種子。你唔需要心急，你只需要堅持，時間會證明一切。最後，我想講翻嗰個核心嘅道理，一個人短期嘅財運靠個人能力，呢個冇得爭議。你呢，你勤力，你證明你賺到錢，呢個係應該嘅。但長期嘅財運，你嘅財守唔守得住，你嘅家業傳唔傳得落，你嘅後代旺唔旺，呢啲全部靠根基。靠德行，越搏越窮嘅根源唔係你唔夠勤力，而係你嘅根基唔夠深厚。你一路猛衝猛撞，但你個盤底穿咗裝幾多水都係白費。與其日日拼命去揾更多嘅水，不如先停落嚟，將你個盤底修補好，修好你嘅德，和好你嘅家境，好你嘅祖正，好你嘅心。當你嘅根果穩咗，水自然會嚟。當你嘅碗大咗，財自然會流。呢個世界上面最高明嘅揾錢方法，從來都唔係咩投資技巧、商業模式、炒肉策略。最高明嘅揾錢方法係修好自己嘅根深則然謀德厚啊！財運呢個係中國人幾千年嘅智慧，係古聖先賢用無數代人嘅經驗驗證嘅真理。你信唔信取決於你，但我可以同你講，信嘅人多數過得安穩，唔信嘅人多數過得辛苦。最後送你一句話，修好自家根，福旺財之禮。從今日開始做一個有根嘅人，唔好做嗰棵根剪嘅疏風，一吹就倒，做嗰棵根深嘅老榕所風雨不動之番，任務世世代代都有飲糧。你嘅命或者先天已經定咗，但你嘅運、你嘅福、你嘅德全部喺你自己手上。你今日做嘅一就係你明日收嘅果，你今日積嘅德就係你下一代享咗福。呢條路好長，但每行一步你就嚟越搏越窮。呢個困局遠一步離家宅安龍福旺財運呢個目標近一步。你可能覺得呢啲嘢好老套、好傳統，唔夠新潮，但你諗下幾千年嚟朝代更替，世事變遷幾多，新潮嘅嘢嚟咗又走咗。嗱，呢啲道理從來冇變過。點解冇變？因為佢哋真理係唔會過時嘅。你睇下今日嘅社會，幾多人迷失喺追逐名利嘅路上，忘記咗做人嘅根本。幾多家庭因為撐錢而四分五裂，幾多人賺到好多錢，但心入面空虛到不得了。呢啲都係因為佢哋只顧住向外追求，忘記咗向內修養。外面嘅嘢你控制唔到，但你自己嘅德行、你嘅家風、你對家人嘅態度，呢啲全部係你可以掌控嘅。而呢啲你可以掌控嘅嘢，先至係決定你長遠福報嘅關鍵。希望你聽完今日呢番話，可以靜落嚟，
好好諗一諗，唔係叫你即刻做咩大改變，而係從心態上面開始調，清從今日開始，對家人好啲，對身邊嘅人厚道啲，對自己嘅祖先多一份敬意，呢啲好微小嘅改變，假以時日佢會聚成一股巨大嘅力量，改變你嘅運勢，改變你成個家庭嘅命運軌跡。修好自家，跟福旺財自來。